愛酒啊，迄毛咪比較啊，就冇管掉事冇，人家就介記哦。按用咧，人人是節咧，啊就節日咧，行起事咪，按個人節咩？從前啊，去外面打拼嘅朋友幾多呀，然後去咪，接風射錢咩，應該啦。朋友出遠門啊，略表心意啊，然後去咪，見就簽行咩？前邊後就盼喜事啊，好好嘅啊，然後去咪，喜事臨門咩？陪兩頭陪客戶嘅事咩，就在所難免咯。工作應酬咩？求人盼書搶人嘅食飯啊，唔然就講幾趟咯。人情世故冇變嘅，騙人搶食飯呢，前面愛到位，人嘛，那係理所當然咯。老朋友相知，四叫談心呢，冇人就係唔歡咯。即使新朋友啊，有嘢相識啊，愛學，自家新飯啊，愛學，家就小笑咩？朋友心情唔好啊，愛陪，愛安慰，愛學。所以啊，除開那種人情世故啊，別有從學校愛學之外咧，平時啊，你唔學就冇學咯。就啊，終究係上線，前面畫嘅好東西嚟嘅，街道就街叫。